下先切到那个静音的模式。想要开始今仔日的聚会。我要举目向天，我的帮助对倒位来？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保护你的的确无顿眠，保守以色列的也无顿眠，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面做你的阴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到永远。请听这起立，咱来唱信诗。57首，唱专心。So
化信息，中国教会信息中空，虽下类就被我因外往来。阿门。听这里。那么今仔日的经文14篇就是诗篇57篇我来去请兄弟来。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投靠伫你的骨的底下。我要求真权的上帝。当迄个要吞噬我的人诽谤我的事，上帝要使阮对天救我。我的性命驶的中间，伊的喙齿是枪是刺。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这个天。伊甲我的骹步设落网，伊伫我的面前开陷阱。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的心啊，你着精神起来；心啊，色啊，恁着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这个天。咱三甲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里下面感谢你，伫即个主日，你悠然召集阮三甲来学乐敬拜你。主啊，伫当今的世界，有战争，有瘟疫，有枪支的暴力，阮的心内会担心，阮的心内会惊吓。主啊，求你可怜阮，求你可怜阮的软弱，互阮大家引导了伫你的一个的底下，免受一切的灾害。求你保守阮正人会出入，正后这个灾会经过。阮正人要过来吟诗唱歌无劳力，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你的信实到穹苍，愿你的恩光搬过全地。后来，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下的愿你的名字，愿我们讲，你的旨意行在你春雨吹满，阮的心今仔日就我阮下面我阮
到恁的时，恁要得到财源不定，也落杀恁变如菜，甲撒满地啊，只一到地基，要做咱的我的干事，请信教会来，互咱大家进来学习咱的上课。接下来请杨牧师来做正道伊的题目是信是啥物？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的聚会无论是人数，无论是逐方面譬如讲咱平安节开始，咱小会有决定，咱的主日祷、心灵主日祷暂停班，咱先暂停暂停。伫周间的聚会，无搁较有关系小组的线顶。当然，即马的时间当然是可能是较即个官方的过程，所以伫即个官方的过程中间，苏嘛真嘛期待
咱诶兄弟姊妹搁较有信心，伫遮来挖靠主。讲有信心挖靠主，无得较咱会感觉着讲到底即个信心是啥物？求主保守。今仔日咱要讲圣神是啥物？咱有完一个月会记号真理诶，遮来有课程，要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清楚知影每一个咱即个伫真理顶悬同基本的，所以意思就是同基本的应该是咱较简单会当通来理解，毋是真困难、真学去理解。总是这都是爱实践伫咱的生活内面。今仔日要讲的圣神是啥物？华语台语叫圣神，华语叫圣灵。圣神是啥物？要甲咱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透过咱今仔日所看两段的圣经在内面，咱就会当通清楚知影讲，源起头就有上帝的神甲咱相连的，圣神就甲咱相连的，三一上帝。遮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去体会、经历、了解。伊原要开始进前，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哈利路亚！我感谢上帝，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我感谢你，因为阮是属于你的。主，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疫情复杂的过程中间，有缘来到上帝你的殿院。主，虽讲阮有侪的烦恼，侪的忧愁，阮相信这嘛是上帝你陪伴阮来经历甲上帝你相拄的过程。互阮会当伫阮的信仰顶悬来思考，为虾米侪的恶事、侪的歹代、侪遮个代志会轮伫阮的环境内面，阮所听到、阮所看见。当阮来看到即个世界，阮相信是上帝你所创造的。上帝你嘛，互阮有即个权，伫遮来管理即个世界。总是人无用遮个智慧，上帝你所赏赐互人的智慧，伫到人甲人中间，人甲大自然的中间，人甲上帝中间有隔离。袂好，主啊，阮真毋望阮会当透过伫疫情的时代，伫人甲人遮尔复杂的关系的过程中间，来超找出圣神的帮助，爱阮对伫即个中间来体会啥物？毋若是干那学习，是体会经验着上帝你有缘甲阮相甲伫地。上帝，你有缘帮助阮；上帝，你有缘用你主爱的双手安慰阮、扶持阮、疼阮。因为你差派圣神保惠师来帮助阮伫阮生活内面，甲阮相甲伫地，做伙伫遮来承担所有一切的苦难。我必须爱看无家己，只看到上帝。圣神啊，求你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为伫今仔日所分享的、讲的、听的内面得到力量。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圣神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你有看到无？敢若亲像圣经顶悬有记载吼，伫新约的部分有记载，亲像啥钱仔、鸽子啦吼，钱仔。圣神亲像钱仔。咱兄弟姊妹，咱来看，遮个是咧创啥？遮个兄弟姊妹因咧创啥？因咧无得较像咱拄食的诗班共款，因咧学乐，因咧敬拜。为虾米要学乐？为虾米要敬拜？因为咱感受到独一真的上帝伫咱的中间。咱无得较会感受到迄个圣神亲像钱仔降临伫咱的中间，有时火热，有时安静，有时有快乐，有时流目屎，有时倒伫涂骹咧咧。无共款的方式，圣神临在时阵，迄个表现，互咱会当知影讲，
信心也就是上帝的灵，等者咱咧讲上帝的灵，甲咱三个平等。所以真特别吼，信心来会，咱讲翻转我们的生命，哦，信心来会挑起吼，会帮助咱。即个信仰也好，咱属灵的迄个信仰也好，会当互咱调换。所以我毋知影亲爱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即款的感受？特别是即个时期吼，咱看到即个疫情遮尔复杂，你是毋是有烦恼？迄个烦恼有关，就是一款的啥？一款的引导，互咱的心忧闷、性情不拄时啊来，会帮助咱对即个忧闷的过程中间，咱安静下来。好思考咱甲人的关系、甲环境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这是真重要。信心来的时阵，所以姊妹，今日咱甲兄弟姊妹分享，信心到底是啥物？当然，咱知影三一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啊，搁啥？信心上帝，搁会去巴度的。无紧，咱先来看，旧约圣经常常用耶和华的灵，或者是上帝的灵来表达迄个信息。上帝的灵降落伫某物人的身上，伫某物人的身上，伫某一个团体的身上。所以上帝圣经常常用耶和华的灵，旧约的时阵，你着掀开旧约的圣经内面，常常咱都会当看到，耶和华的灵临到。但你耶和华的灵到某物人代表上帝的灵，甲以色列百姓做阵伫即个过程，咱都会当知影你旧约的圣经信仰就是用信心，咱台语叫做信心啦有人会讲信灵其实人较正确的台语是叫信心。信灵，新约咱伫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即个服侍的过程，所以咱会当通知影，圣经的记载是对咱拄则所看的创世记第1章第1节开始，都讲着源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源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第是空混沌，深浅的地面，深浅的面像地面像乌暗，上帝的神运动、运行、运动伫咧水。顶面，这咱会当去想象，咱会当去想象。好，这是咧讲信心旧约甲新约的名称，圣经顶悬旧约甲新约的记载。信心会带来什么？来，有一个那个肺部的吹气。亲爱的姊妹，咱即摆来看即幅图咱做阵来试验者。看你的肺活量，肺活量有偌大等一下播放的时候先按暂停。等一下，还没，再一次。再来，咱来看你这个红点甲 A 这点，你先去开者，吸气，莫吐气甲 A 开始，甲开始吐气，吐气甲这个 B 加，A 吐气甲 B 加。咱试看卖咱的肺活量是毋是会当达到迄个标准？若会当达到标准，表示啦表示咱目前应该无互 COVID-19 影响着咱试看，预备，我出马来咱做阵来试，预备，来。还没放，按准备按放预备，过来，预备，来，吸气，好，憋气。较慢吐气。来一手，这个可以关掉。我差不多甲你食，我即买串。我站在讲台，然后伫遐，咱会当看到一件代志，
咱若翕开的时阵，安怎就要准备嘛，对不对？翕开安怎有气的时阵做轻松。伫憋气的过程中间，我唔知影弟姊妹你有想着啥物无？我爱支持住 A 点到 B 点，我爱支撑住，我爱动得调，我爱动会调，我就表示我的健康，我的即个肺活量是好的，会当抵挡迄个 COVID-19。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啊，趣味但是互咱帮助咱伫即个喘气的过程中间，咱会当去体会，会当来经验。迄个气要来轮开气就是表示迄个上帝的灵，上帝吹了一口气，分迄口气，迄口气有啥？就像咱拄则所试验的迄个气力出来有无？咱吸气的时阵，伫遐准备要安怎？准备要动过迄个过程了，吐气的时阵，迄个气力出来有无？其实咱平常时咧喘气，就是一款的啥？一款的气力。上帝的灵就是敢若亲像即款的气力，有气力展现出来，有气力展现出来，咱会当呼吸顺畅，呼吸正常，咱会当呼吸正常，咱就有啥物？咱就有气力，咱就有力量伫咱的生命内面，伫遐来活，伫遐来活，所以上帝的灵，上帝的神，伫迄个过程中间，就表现出啥物？一款的气力。所以咱讲信心就是啥？就是上帝的气力伫咧咱的身上，伫咧大自然，伫你的生活内面。抱歉，邮票要放在，我才可以分享。好，来，咱来看。圣经的作者用上帝的灵来表达人甲上帝同会当去了解，所以圣经的作者用上帝的灵来表达人甲上帝所同分的迄款的感受感动所认捌的上帝。所以你我咱咧认捌上帝，就是安怎？就是透过甲上帝透过啥？透过圣经的气力，伫遐帮助咱。会当去体会啥？上帝的灵，用上帝的灵来表示信心，甲咱三个伫咧，上帝甲咱三个伫咧。所以这是真特别的，上帝用即款的方式。咱知影三位一体的上帝，伊有无共款的位格位格。上帝，咱感受着讲，伊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迄个统管万项有的。因为人犯罪堕落，所以上帝用上帝的听，也是借着伊的囝儿，即个耶稣基督，都真肉体。所以耶稣来到世间的工作就是啥？拯救，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拯救，带互咱人类伫遐有一个盼望。上帝耶稣基督要离开即个世界的时阵，伊讲我要安怎找派圣神。保惠师来到咱的中间，所以咱即个时代，即摆时代就是咱讲的圣神的时代，来帮助咱。所以每一个位格无共款的完成，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到圣神运转伫咧咱即个世代。对伫圣经内面一开始的记载，圣神就甲咱三个伫，甲迄个圣经的记载一开始创世，一开始就运行伫咧咱的世界内面，上帝的创造。所以一直不断在陪伴、调整，来帮助咱兄弟姊妹对伫有用了后实育的部分，咱会当体会到迄个圣神甲主耶稣基督同在，伊嘛受着圣神的洗礼，为约旦河起来，圣神的洗礼，亲像我拄则讲迄钱仔降落，伫遐伊嘛体会感受着人的款式、圣神甲伊三角伫咧。对伫生育的过程，圣神甲咱的耶稣基督三角伫咧，帮助耶稣基督伫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流传圣神甲遮的温度学生，一直到即仔，圣神悠然存在，帮助咱。所以咱小可即款的概念，咱就会当清楚知影。所以
灵性神然后灵所指的就是上帝。这咱从基本的概念，互咱兄弟姊妹来了解。当上帝灵表现的时阵，明显的特色就是，甲开力有关系。所以咱拄则读到的是创世纪第1章第1节，上帝的灵运动伫地面，力量，咱拄则所呼吸的迄个开力量走出来。上帝的灵伫咱的生活内面帮助咱。所以以下咱有几项要甲兄弟姊妹有3大点，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的。咱透过圣神，互咱知影讲圣神的即个咱应该爱了解、知影迄个态度圣神的工作是啥物，以及咱要安怎样看待圣神，以及咱的生活，这是真重要。伫即个世界来帮助咱来入来。所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的就是。圣神表现出来的气力是啥物？咱知影圣神所表现出来的气力真多，但是牧师大概分这4小点，咱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我毋知看会清楚袂吼。头一个是分别做事，分别做事。所以圣经里面定在讲上帝的灵吼。叫做圣灵，对毋对？伫新约我拄则讲，上帝的灵咱伫新约的所在叫做圣神。为什么要叫圣灵、圣神？那无爱讲这就是上帝的灵，安尼就好。伫新约内面讲圣灵加一个圣，为什么呢？亲爱兄弟姊妹，有人敢知影为什么叫圣灵？也是讲咱就伫新约旧约咱统一就好啊。讲上帝灵安尼就好啊，咱要搁讲一个圣灵走出来，为什么呢？分别做事。即个兄弟姊妹，啥物叫分别做事？咱来看即段经文，《罗马人书》第15章16节，有记载讲：，互我诚做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奴仆，做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着因为圣神诚做圣洁，这真重要吼。因为圣神诚做啥圣洁，会当得到感恩。罗马人书15章16节，即个兄弟姊妹，圣神引带圣神带领来帮助咱诚做圣成圣。所以这是真重要，伫咱的生活内面，咱会当看到咱是属于上帝。所以圣真重要，圣神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正圣成圣。若一般就是一般，无法度伫遐来所谓的成圣。圣神的临在，就是要爱咱，会当诚做圣洁、圣洁，成为一个成圣的人，诚做一个圣洁。所以你看一般民间，即个咱讲请神请神的来，使用期间，敢若伫咧迄个请神的过程。即摆网络有一个笑话的分享啦咱来看一个牧师甲节录咱小看一下阿汉古文咱来看一下因所谓的即个心灵降价落来是将什么款的情形？一般，咱来看。来，恭请9天行李街道800英尺、500英尺，降到100英尺，中华路跟55万修改。9天行李无边诸法力，天机不可泄露之玄妙大法。看在附近哦，神力满天，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算命？全台湾只有我，善看9天玄女，好香哦！这个就是9天玄女的味道。感谢9天玄女之天女散花，功德圆满。因为功德圆满。过来
做这旋律走喺倒去？兄弟姊妹，迄段结束了后，咱是毋是会当去看迄个分别出来头一点？分别做圣，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咱开始认捌圣神，咱爱知影讲圣神，当然咱会当清楚，伊是分别做圣，但是伫你我的生活内面，咱是毋是有缘会当甲圣灵相称？迄个分别做圣的过程，若敢若亲像咱拄则所看的，咱讲圣神啊，请你来，意思是圣神即摆无伫遮吗？亲爱兄弟姊妹，有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咱爱清楚，圣神是内主住伫你的内面。咱一旦承认伫遮洗礼，也是讲咱宣告讲，耶稣基督成做我生命的救主，迄点就敢若亲像啥？真正就伫个耶稣咧洗礼的过程，真正有缘伫咱的内主，咱讲内住伫咱的心内。这甲圣灵充满，阁无共款。只咱看迄个影片。感受着讲，咱会当去体会，敢若咱若用咱的圣神来讲，圣神伫800公尺吗？100公尺吗？毋是，圣神已经伫内住伫咱的内面啦。所以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其实咱拢有充满着上帝的神伫咱的内面，上帝的灵啦伫咱的内面，咱会当挖靠伊，也就是这个圣灵性。所以爱分别做圣啊。咱的生活嘛是共款，爱分别做圣。所以伫即段经文内面，特别强调，做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意思就是，这使徒保罗伊去宣教，往外邦人伫遐宣教的过程中间，伊若呼召做外邦人伫遮来，诚做门徒学生要传福音，但是真重要一点就是爱成圣正信。现在咱即卖你我，咱拢即卖是成圣正信。我真期待，包括牧师，咱拢应该会当正信。伫啥？伫上帝的国度内面，咱正信。咱宣扬上帝国的福音，甲有困难，因为圣神已经内住无，住伫个咱的内面，咱要清楚知影，毋是圣神请来九天玄女安尼几百英尺还佫有指定倒一个所在，圣神是无所不在。亲爱的兄弟姊妹，伊内住伫个咱卫生挂好主耶稣基督，诚做咱的救主，生命的救主，迄点圣神就内住伫个咱的内面。主来保守帮助咱爱有啥有分别做事的觉悟这真重要。第二点，咱兄弟姊妹分享的信心来，其实伊有创造的开力。咱来看咱看到的经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空气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上帝的心运行伫水面，透过洗礼，耶稣基督洗礼，用水加啥？用水行洗礼。伫迄个过程中间，圣神甲耶稣基督做伙，咱伫洗礼的过程中间，有缘咱会当去体会。所以有迄个创造，拄仔开始迄个创造的规律，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的迄个规律力量运行伫个地面上。咱信主的过程中间，上帝的规律帮助咱来认捌伊，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上帝创造。只有上帝会当创造，人会当创造的，人会当创造，人是个有限的物件，即摆有的物件来安怎创作啦，安怎创造？所以人无法度创造，只有上帝会当创造，所以咱是被造的。圣神伫咱的身躯内面，咱的心内面，咱伫遐被造，咱爱搁较谦卑。
委身伫上帝所指派，咱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咱的灵修的生活，咱伫做的过程中间，上帝的灵甲咱三角地地帮助咱。上帝创造的规律，上帝创造的力量，伫即个世界，互咱看会到，互咱来看。所以当圣神充满伫咱的生活的内面的时阵，咱就会当有迄个智慧来创作，创作，来发明，来启发。当迄个咱去体会着圣神内住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就会当有一款的规律力量来回应上帝的听。所以为什么咱伫教会内面的生活有做无共款的创意？迄个创意就是要表现上帝所想事创造的规律伫咱的生活内面。所以帮助咱伫咱的生活内面会有多样化，即个多样的变化，求主来保守带领来帮助咱去体会，咱去体会。再来一个，圣神有啥物？有生命的规律。圣神有生命的规律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来看这段经文。要我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啦造人将吹去伫伊的汤内面，伫即个人场，伊就诚做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第2章17节。要我上帝用地上的土造人，甲分一口气，拄则咱所试验的迄个气窝，气的气力，上帝的灵的气力，伊个亚当的时阵用啥尘土，用尘土，所以真特别吼。上帝的灵伫咱活人的身上，所以人若过往了后咧，迄个灵就离开啊，因为咱人的肉体是有限的，上帝的灵是永远存在的，是帮助咱会当更加就捌伊。所以这是一款生命的力量。所以邀我上帝用第2章的即个土造人，将即个气。伊咧吹伫个天空内面，就诚做有灵的活人，佫有命，佫有命。所以即个气，就是有气息的意思。气力有力量，上帝圣神有力量，有气力帮助咱经过迄个死荫的山路。再来，咱来看超越的力量。风声就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却毋知伊对倒位来，对倒位去。伊若对圣神生，也是安尼，超越的力量。咱你咱诚做耶稣基督的学生，诚做咱诚信命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啥？就是即段经在对圣神生，也是安尼，有一款超越的力量。迄款超越的力量就是啥？会当超越你以前过去。迄个旧的我，会当变成做新的气力、新的力量。即个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内面，久久我毋知影咱是毋是有要家己超越迄款生命的力量。特别无论伫事工内面，佫较重要的是伫咱灵性的生活。感谢主，咱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间，我毋知影咱是毋是有侪烦恼甲担心。有当然，牧师嘛会真侪会烦恼甲担心，咱的中心同工嘛有真侪烦恼甲担心，烦恼啥物？你看像今仔日的状态，可能有的兄弟已经确诊，厝内面无法度来到咱的中间来聚会，无得较有兄弟姊妹，就一直要等甲即个疫情过去了后，后甲要开始。来聚会，有做无共款的烦恼、担心、想法，甚至会烦恼讲安尼以后，佫1年佫过，佫来要安怎样？我若确诊要安怎？阮兜的人确诊真多，好早我咧电话访问、咧探访的过程中间，定定都会有即款的情形走出来。
其实咱是毋是有法度来超越的？最近伫网络顶悬有侪安慰人或者的文章有侪牧师伫遐来分享，我感觉真感动，真好，会当安定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我毋知影会当安定偌久，因为安怎？迄个期若过去了后，咱开始无得较，佫会做的烦恼，咱无法度超越。感谢恁的上帝，找到圣神保惠师另外一个名吼，圣神保惠师、保惠师来保守、眷顾、帮赞。即边咱看到即个咱伫咧即个周报顶悬台岛的事项第2点嘛，有南加州的即个俄湾教会的即个枪击的即个事件吼，郑达志医生吼以及即个张牧师、张传信牧师张牧师伊是咱台北中会南教会的主任牧师，差不多是3年前，伊为即间教会咱新闻看到即间教会转来到咱台湾，差不多60几岁。伫即个俄湾教会牧会差不多20担负左右啦吼。伫咧迄个过程中间，我相信一个牧者伫咧迄个过程，伫咧迄间教会有真深的感情，甲遮个兄弟姊妹。所以发生即件代志，其实无人会欢喜啦。反倒转伫遐，咱开始有侪信仰的思考。信仰的问题来产生，这信仰的问题拢是差不多每一遍拄着世界也好，咱家己本身，也是讲咱的环境拄着重大的灾害的时阵，重大的灾难的时阵，咱就开始拢会搁提出来讲。以前当然咱拢捌看过啦，咱拢捌听过，咱拢嘛知影，咱拢知影，但是咱还佫无法度答出来，因为安怎？因为咱还未有迄款超越的力量。信心带来就是迄款超越的力量，开咱。我拄则所讲的迄个开有无？迄个能力，迄个能力毋是家己的，是上帝所赏赐互人帮助咱有迄款的能力来克服。我印象真深，我拄好做传道的时阵，还未丰富做传道，伫咧地会教会，遐有一位长老，伊差不多每一工透早5点就来甲我饲电铃，叫我起床来。即个长老开始伊分享伊安怎样建设即个教会，分享伫教会内面做的事工事项，甲伊分享了后，甲伊做伙祈祷了后，伊就带我去拍棒球安尼。所以牧师伫传道的时阵，就开始伫遐甲即个长老真好的交会，总是有做透过信仰的过程，伫遐来分享。无拍算有一遍。厝内面打电话来讲，阮即个长老，伊即摆伫家己的一个即个病院伫遐来住院，伊着肺结核啦，肺结核台语做肺癆，对，是肺癆，着肺癆，伊就叫我讲传道你即摆会当去甲探访，去甲看咧。我知影我肺癆有2种嘛，一种是开放性，一种是封闭性的，封闭性的当然较袂传染，但开放性就会传染。我去甲迄个家己的防治所的时阵，我来表明身份，要甲探访，防治所的人就讲，好，你会当，但是你爱做一件代志，穿好规个，穿衫穿好，防护衣、帽仔衫拢穿好，入去甲内面。我就当然照这规定穿好，入去内面。原来甲知影讲，伊是开放性。我会带袂？迄当然会带，轮几个入去，我就开始一直祈祷，求圣神帮助。真自然上帝求圣神帮助我，求圣神帮助我，会当无惊吓，会当为伊来祈祷。我印象真深，我就入去，看伊倒伫遐咧喘者，安尼愈来愈瘦，迄款感觉。伊看到我来，真欢喜，讲传道你来，为我祈祷我就为伊祈祷。虽讲迄阵其实无啥物太大的信心，但是当我咧祈祷的时阵，无咧甲手犹原阁会小可喘一个，因为安怎？因为阁有烦恼，我若得着要安怎？
超我的气力伫倒位？毋是伫遐，是伫倒去。后来伊有改善了后，就转去，医生嘛吩咐，家己关一间厝，就敢若亲像即摆安尼，家己关一间厝。有一工医院敲电话互我讲，咱倒啊，假日你来甲我祈祷啊，心袂安。但是伊迄阵啊，甲厝啊，毋知影到底会当去甲看，袂当去甲看，我就冲去啊。去到因兜，我就甲伊伫迄个房间内面。但是迄阵啊，我已经袂记哩，讲伊有即款的镜头，我就伫咧迄个所在为伊来祈祷。互我去体会着讲，伫第一时间，迄个超我的力量伫我的身上，我袂记哩伊的病症是偌尔啊严重。伫迄个过程中间，我感受着，就敢若亲像，即马当然咱教会感谢上帝，咱的中职同工有真好的思考，而且啊帮助每一个确诊的咱的遮个家庭兄弟姊妹的家庭，咱有摕一个关心的即个温暖包伫个关怀包去送到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厝。有的是门骹拍，有的真正嘛是袂记，甲你开门起来，讲我叔你来吼，某咪命你来，会惊袂？嘿，感谢上帝。迄个超我的气力就走出来了。无得靠，有同工会烦恼讲，无说你爱说哩吼，也是讲咱的同工拢爱说哩，吼爱安怎。当然，咱有缘抑阁停留伫咧无法度超我的过程的时阵，亲爱兄弟姊妹，就当咱敢若亲像看到迄个枪击案的时阵，看到迄个无公义、公平的代志咧发生的时阵，若是枪击案，是逐方面咱看到社会的新闻，甚至是教会的消息。亲爱兄弟姊妹，超我的力量，迄个信心大力，超我的力量，是毋是会当帮助咱，会当搁较稳定，搁较有信心来活靠主？这是咱做阵会当来学习的。我说真期待嘛，真盼望迄款超我的力量会当伫咱的教会、咱的生命内面来成长。这毋是马上就可以的，是安怎？是爱一步一步一脚印，透过咱读圣经。灵修，所以这是真重要。读圣经灵修，必须要实践。迄个超我上帝、超我的力量、气力展现出来，帮助咱做水果好的见证。第二大点，要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圣神的工作是啥物？哇，真多！耶稣伫咧新约时，耶稣基督出世了后，开始圣神就甲耶稣基督。三甲伫地，伊做真侪无共款的工作，圣神的工作、道拉的工作是无共款的。有四大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到底圣神的工是要安怎做？是安怎样来完成的？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圣神的工作是个人的工作，对伫个人本身。我拄则讲，圣神内住伫咱的心内面的时阵，咱就已经知影讲，我是属于主的，我是伊的奴仆，我是伊的囝儿。个人的工作就是灵修生活，个人的工作就是啥？圣神伫咱的内面帮助咱，会当去捌上帝的话、圣经的记载，去体会、去了解。所以这需要啥？需要上帝引带帮助咱个人伫个人，圣神会甲帮助咱有智慧来了解上帝，毋是干那靠咱家己。会使，咱家己的智慧，咱家己熟悉的遮个智慧，咱对伫圣经嘛有会当有真侪的看见，但是迄个看见毋是生命的看见，迄个看见是啥？是一般道德的看见。所以圣神的工作真特别，伊内住伫咱的心内面了后，伊启示咱帮助咱对伫灵修的生活更较清楚，更较知影。每一件社会事件，也是讲即摆咱拄着的代志，拢会安怎？相信拢会帮助咱去敏感、去体会、去经历、去实践。第二点，圣神的工作是群体的工作，群体，意思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中职同工，咱伫信仰的团体内面，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会安怎？会产生极大的气力。迄个极大的气力就是啥？比如讲，咱即摆咧做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内面有4位同工伫遐，咱邀请兄弟姊妹来参加。
幸福小组，同工内面若同心一意，互相斗相共，有的人较贤分享，有的人较贤关心，有的人较贤主者哦，逐方面伫遐来分享，迄叫做啥？合一。团体的就是信心来帮助咱会当合一，毋是伫遐伊要做伊的，伊要做伊的。哦，领导的毋知要领导啥，哦，即个做的人嘛毋知做啥，分散去。信心来工作是帮助咱会当顺服，会当伫遐来协调，会当伫遐斗相共，会当伫遐合一。你若看前教会咧兴旺的过程中间，信心咧运转的过程中，也就是安尼。所以个人求主帮助咱灵修的时候，团体求主帮助咱会当有合一的心志。理想目标，咱做阵来做，愿主来祝福。第三点，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信心所带来的工作，当然伊有一寡温数的伫咧咱的中间来产生。迄个温数就是服侍的气力、能力。服侍的能力，每一个兄弟姊妹，我相信无共款的能力。譬如讲，咱今仔日有圣歌队伫遮，圣歌队因的能力就是啥？就是安怎用诗歌伫遐来，专业的诗歌伫遐来学了上帝，敬拜主锻炼兄弟姊妹。所以信心的温，这就是一款的温数。我有扫地的温数，我会晓安怎用扫地，节省时间佮气力温数。有讲道的温数，哦，咱会当伫。即个教导教示，咱有啥物款的温数？逐方面无共款的温数，有计划的，有告诉、疏导、有行行异能，意思就是有异地的温数，顶好真侪，还佫真侪，所以这个温数，拢是信心的工作，伊带互咱的教会，咱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包括个人，包括团体，伊就是这个。极大的能力，这个能力，这个气力，也就是真重要。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礼物，帮助咱伫这个礼物的顶悬来好好运用。有合一的心袂冲突，信心所带来就是有大的合一的心，帮助咱。最后一个行动在做，有啥物？信心咧结的果子有信心过来结出来的果子，帮助咱兄弟姊妹有遮个温数，有遮个才能，外在遮个物件，果子就是内在。咱内在所表现出来，会让感受到讲，确实有影信心，甲伊相合一的，帮助咱的兄弟姊妹。所以咱知影信心所结的果子就是啥？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吞忍、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当然毋若是这个，有还佫有侪无共款结出来的果子。迄个果子就是咱生命的改变，拄则是能力的改变。信心的工作是帮助咱这个能力、属灵的能力的改变、调整，佫来生命。这佫较重要是，咱的生命改变。一款是有功能的，一款是有生命性。功能性甲生命性合起来，表示咱兄弟姊妹你有信心充满，帮助伫迄个充满的过程中间，爱搁较注意，迄个充满毋是你的能力哦，是主的能力开力。拄则咱所看迄个影片有无？因为800公尺、500公尺，迄英尺吼，迄是咧表现迄个个人的能力、气力，迄个所谓的生命的灵降伫咧即个算命线的顶悬，咧帮助你算你的命，大家会感觉即个厉害，即个厉害。但是信心的气力真重要，叫做果子是安怎？毋是干那互咱有即个能力尔。是啥？迄个能力的源头是为倒来？咱要清楚，能力的源头是对上帝来，愿主来帮助咱。最后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咱来知影，我拄则有讲到信心的主体性，就是心性。
最后我用这段的经文甲遐姊妹来做点分享。因事奉主敬这时阵，圣神讲哦，毋是人讲，是圣神讲。伊要为我分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调因所做的工，使到因端13章第2节。所以这是我拄则所讲的，信心毋是讲我祈祷、我感动、我感动，咱爱搁啥？爱搁听。所以主管伫倒位？主管伫信心，这是真爱咱学习，咱做阵包括牧师，咱爱做阵学习的。这实在是咱伫信仰的团体生活内面搁较需要，因为咱定定无论是伫开会或咧计划事工，咱定定拢会有计划出来，但是安怎？我感觉。哦，你会我袂合，我要甲你推翻。由此来保守，迄个主体性、信心的主体性，也就是上帝的信心。圣神讲，伫圣经内面有记载，圣神讲爱安怎做，咱就是爱学习。当咱有即款受到圣神的即个引带的时阵，帮助咱。先安静，咱来听，来看上帝爱咱做啥物，信心爱咱做啥物。愿主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即边即个事件我袂讲了吼，伫咧即个阮教会发生的过程中间，当然有做兄弟姊妹对伫即个林牧师也好，即个陈医师也好，有真侪的毋甘吼。当然伫即个过程中间，嘛有人发起讲为着因的下一代、因的家庭，伫遮来斗相共来帮咱。我相信这个是信心在做工来帮助咱，会当为着遮个事来做，来体会、来经历、来经验。讲到遮，牧师伊愿咧邀请兄弟姊妹思考一个问题：信心临在了后，伫咱的生命内面了后，你要安怎样回应信心的启示？这是真重要一件事，帮助咱会当来思考即个问题。咱伫即个时代，咱叫做信心的时代，对伫使徒行传开始，信心一直不断在引带带领遮个使徒、遮个门徒在传福音。但是伫到即个时代，伊愿信心甲咱三角伫地，帮助咱，甚至是安慰，甚至是有侪的忧伤、忧愁、信心安慰。启示帮助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当然这是一个咱讲真恶来办，但是咱会当透过圣经，其实圣经对头一直到对创世纪一直到启示了，就真清楚知影信心的引带帮助，无论伫旧约以及新约耶稣基督，以及遮学生门徒，以及甲咱即个时代，信心犹原甲咱三个伫地。帮助你我会当来唤起每一位兄弟姊妹对伫宣告，对伫上帝的听，甚至过来咱要接受的迄个审判，愿主赐福帮助咱，互咱转去了后，无论可能即礼拜即礼拜咱逐小组会当搁较深入来讨论，牧师今仔日用一个大概的状态来帮助咱来了解。信心，过来信心的工作，过来咱要安怎样回应上帝的临伫咱的内面，求主保守带领遮三个阿头来祈祷。向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互阮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来经历到信心的同在。主啊，阮知信心已经内住伫阮的内面。阮恳求天父上帝继续保守带领，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信心同在，阮的回应是信心，请你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搁较认捌救主耶稣基督，搁较认捌阮的上帝。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咱三个起立。
来唱飞扬的诗歌，你圣诗160首，圣诗160首，爱听的圣经讲。
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咱确诊的人数愈来愈侪，教会聚会有做一寡调整吼。第一个是咱礼拜四的主日的台语甲华语的礼拜，佫是继续维持那个实体聚会，那也会同时来加强咱线上的视讯的直播。当时阵的主日学那个成人的主日学会暂停，平常时周间咱的各小组的聚会的方式视情况来调整。小会建议的是尽量用线上的视讯来聚会。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咱有阵有人被匡列确诊者那请一定要马上来通报咱杨牧师互咱教会马上来关心你。如果让你厝隔离无爽快的所在，就要紧急处理的代志请马上来通知教会希望教会能够马上提供帮助那第二点是咱今仔日下晡1点要开幼稚园的董事会，咱要用线上的方式来开，请咱的同工来准备咱的心。第三点是咱公会黄云仙姐妹她的小女儿会跟张泽伟弟兄在6月初4拜6的时阵，离咱教会早起10点半要举办结婚的礼拜，请兄弟邀请兄弟您参加尽量参加。要参加的人请您讲咱的公布栏顶头您登记能够让方便来预备那个餐点。第4点是去年咱的县的证明已经做好请去咱的干事遐领处疫情的关系咱幼稚园上课的时间8点到下晡5点请咱兄弟要进入到教会的时阵用咱林口路这个大门落来免安尼才袂影响到幼稚园的安全第6点是咱教会办的幸福小组有2组，第一组是 Open 小组拢是咧每礼拜拜日早起10点到11点半中间这阵是暂时用线上的方式来举行另外一组是普陀组的幸福小组因是咧每礼拜下晡2点到4点请大家教会这幸福小组的同工的事工来关怀甲带导第7点教会有办的家长的成长班你是伫每礼拜拜2的早起9点半到11点，伫幸福会馆举办。有意思要参加的人，应洪文乡传道来报名。第8点是平安基金会有定伫7月16号到17号这2天来教会遮举办志工的认证训练请兄弟能踊跃来报名报名费是100块伫咱的公布栏上面已经登记。上尾点是因为所5月要去探访的兄弟家庭有徐光亮、徐家军、邓伟雄，还有黄瑞香、侯明卫、李正燕、李立良、李
书冠、黄志伟、柯玉子、董忠信。牧师会清楚讲，打电话来联络安排时间吼。关怀改造的事项吼，第一项是教会RPG 改造的事项吼，是为这个疫情吼，还有咱确诊的兄弟身体复原吼，搁咱兄弟灵命的成长吼，还有教会各项的时间来改造吼。第二点是为南加州尔湾教会那个枪击事件给遗书吼，为他的家属来代祷，求助来亲自来安慰因吼。那在厝里调用的兄弟有赖建士长老，还有林建士、林德修、潘永洲、胡世明、曾文德、李佩琪、郑明霞、罗晶晶、徐建廷、林李米珠吼。即摆有对你大院的吼，李希明，还有洪本长的兄弟母亲吼，还有白喜秀英，还有魏静婷。出外的有李伟林兄弟因家伙上尾是咱顶礼拜的红点的数字咱大家来看，如果有叮当的请甲会计来通知来做更正请牧师。像这就是咱的即个疫情吼，疫情这咱就是照教会规定，咱差不多即礼拜甲后礼拜吼，安尼先安尼来实行，就是主日学的部分，甲成人主日学有暂停，其他周间的方式，当然小会建议是线顶吼，当然咱嘛是兄弟姊妹若有意愿要来实体，意愿是会使，意愿是会使，所以嘛爱保持距离，做好即个防疫，大概是即个部分。即个云仙姐妹，阮咧今仔日登记最后一天，即个主人家会当好准备备办所以咱厝内面若有5个人，你着登记5位的名也是讲你写成户，阮着知影5个，2个人你着写2个人的名，毋通写1个人的名，你来时阵我来2个安尼，就是看有偌济人，你着写偌济人，安尼。较方便咱做邮的登记统计。好，咱原主来帮助咱，为着咱兄弟集体互相来祈祷代祷，各小组长会长，咱拢特别注意小组的成员健康的状态汇报伫咱的教会牧师遮也是讲干事这边遮。好，以上来报。牧师的补充吼，今仔咱来读今仔的题目吼，是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8章。咱来读一遍吼，独信你到你的时，你免得着灾难。不定然后杀你，免犹太、甲撒玛利亚，到要做我来开始，不一遍吼，独信你到你的时。你免得着灾难，不定然后杀你，免犹太、甲撒玛利亚，到要做我来开始。看下这弟弟，咱来唱上因的歌，信心的上
拢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